布袋戏国宝大师黄海岱。民国60年代布袋戏也影响到学生工人农人正常作息，小朋友都坐在人家的走廊看电视，看黑白电视就很快乐了。念国小那个时候，流行看布袋戏，后来被禁了。民国60年好像退出联合国，因为美国接纳中共入联合国。后来61年好像有播出中国腔，中国一定腔还是中国腔？然后演电影也都演那个中国一定腔，还是中国，还有演800壮士等等爱国影片呢。